星秀星期六晚上8:30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金爺，呢個係我 P 咯。阿祖，高高帶我嚟見金爺，係同你嚟見。無論係我殺金爺，你可以俾多1個月時間，因為一日我仲未死，我仲有1個月死。無論收埋埋成10億身家，總之你攞翻出嚟，我都會分翻3成俾你。反黑英雄，星期1至5晚上8:05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熒幕八爪魚發出咁多爪，今集首先有影壇大前輩黃秋生嘅訪問，之後仲有吉吉周吉佩專訪，再帶大家去睇多倫多中華電影節，同欣賞今年白夜藝術節嘅精彩現場。星期日晚7:40，熒幕八爪魚。